夏志强继续社会事要来关心困岛杀过一个青军的查甫人头闪，这个查甫人惊甲身躯无条体。代志发生礼拜日的透早，南投鹿谷乡一个查甫人无穿衫、脱巴体，走入去人的徛家附近乱扫，为窗仔门头闪一个当咧困岛的这个查甫人。这个查甫人落尾起床了后，准备要洗嘴，才查讲互人偷看，惊甲3群检一票，若是赶紧报警察，嘛拜托厝边斗掠人。警察和附近的厝边做伙合作，当场甲这个不输鬼抓起来，依照妨害秘密罪，该依法上班。伊就威胁你进来遮，爱着秘密。听到窗门外口的声，叫是鸟啊，还是动物在叫？洗喙的时阵，才发现有一个查某人秘伫咧壁角偷看。这个姓林的查某人惊一个，紧打电话来报警察，但是就惊这个偷看的人会落跑，赶紧请厝边来斗掠人。伊已经掠着伊袂走啊嘛，伊袂走了，我就入去看，紧日掠着偷窥，紧日来。像阮讲无破，阮阿姐啊，内底人佮阮老公嘛拢出。对附近的监视器画面，就会当看到，对天要光开始，这个差不多40岁的查甫人，就已经伫咧南投鹿谷乡的这户民家附近来回咧行打，确定拢无人，就透过窗仔门来偷看当咧困的这个查某人。我这纱窗，我这门哪会开，我这个余光为这爱着开，就开伫迄个。看到警察总算来啊！这个互偷看的姓林的查某人总算是会当放心，爱警察赶紧将人抓起来。这个有一个嫌疑男子在那个家的附近偷窥，那我们警方赶到现场，把他逮捕。警察到场了后，甲民众合作，将这个姓林的嫌犯抓起来，才发现这个人有诈骗、窃盗等前科，以妨碍秘密罪来移送破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